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防部嘛，真需要检讨。这个国军发行的《青年日报》进前来刊一篇海军中兵军舰运补任务的新闻，竟然甲下当侦测到中国战机的雷达车来现光。讲这个报道，搁来引发到美国的关切。国防部长邱国正真生气，召开着检讨会，讲真有可能有几10个人会去互记告处分。另外有风声讲，这个《青年日报》的社长已经去互调职了。中科院上新研发会当侦测到中国战机的轮型被动雷达车。进前伫咧国军的《青年日报》意外公开，传出国防部长邱国正去到要来调查。什么是可以对外公布，什么是不可以对外公布，确实应该要追究。由下而上有这么大的一个破洞，我们真的希望国防部要好好的来处理。那立委拢认为国防部爱检讨，《青年日报》是伫咧3月26日刊伫咧海军副队长投稿，内容是伫咧平湖马京执行任务。不过2张雷达车的相片嘛，互美国来注意。这款雷达车虽然伫咧过去捌公开，不过这摆公开是升级版的。《青年日报》紧甲文章提掉，即摆嘛传出邱国正真无欢喜。昨召开检讨会，可能有要100位人受到牵连，有几10个人会互记告处分。不排除里面有很多美方提供的，包括技术或者核心部件，它就是收发是分离。对于像这个具备隐形性能的这个目标，有良好的识别效果，相关的部署和调动，势必会引发那解放军的高度关注。海军讲，昨个会议是针对政战部门的工作，无针对个案伫咧做专案检讨，嘛无人互处罚。强调保密是军人基本爱做好的工作。